把这只生宝石拿到这里来。小心，到谁了？可要一笔居命。梅香夫人，把这个画饼拿去。这里没有事，都到外面帮忙去。有叫是娘叫他们哪来的呀？娘，我说你呀，也太偏心了。哎，娘怎么会偏心啊？这三夫都是那是女儿媳，她从京都带了来的，你为什么把她拿到这新房里来呀？哎，这新房之中没有一件好的摆设，这其余们看了也不像样啊。像样？喏，去年在京都，娘不是也为你操过心吗？伺候那下家不舍得拒，哼，这就不必再提了。自己一天天在京里旅行，为娘在家乡旅行，总想替你找一个又俊又实又帅又貌的王生公子，才配得上我的好宝贝呀！娘。禀夫人，花轿来了。知道了。到了，花轿来了，娘来了。宝贝，怎样？一起去吧。去吧。
婆呀，我这个阿舅接着了，你拿什么来吓我啊？两宝去接嘞。哎，慢来，慢来，慢来！新郎皇上，这新房的舅妈应该先娶新娘子才对呀。梁师兄啊，你我往事同场，今生难聚。我祝你后我家妹相敬如宾，白首偕老。谢刘兄敬意。梁师兄啊，我家妹已经到了你的府上，我这个大妹嘛，总算做成功在。不过，我家妹在云婚之时，要发守孝3年，你可要慎记在心哦。两夫两宝，快随吕相公去，喝个痛快啊，宋刘兄。
为了养父之事，娘子，你有婚之事，刘兄传达养父之言，小生谨记在心，就此告辞了。娘子不必孝顺，今日一天定是十分劳累，如今脚累三更，不须早些晚些。小生明日再来还给娘子。娘子，你今日冲到我家，定有许多不便。倘若有事，恐有何相前来侍人？好相告辞了。夜深了，娘子，夜深不晚，不须关上舱门。娘子若听外面，小生在4晚晚上也能